最近咧，好多朋友仔想用公積金喺中山買樓。嗱，咁今日條視頻咧，你就一定要睇完啦。首先講下申請公積金貸款嘅4個基礎條件先，唔理你喺邊度繳存、邊度戶口，全部都要滿足，缺一不可。第一，公積金咧一定要連續繳存滿6個月以上吓，記住係連續繳存，唔可以中間斷供嘅。第二，徵信一定要乾淨，你唔好有嗰啲大額嘅預期啊，亦都唔好孭住大額嘅負債。其實咧唔單止公積金，就算你係辦商業貸款，呢個咧都係硬性嘅要求。第三，全國範圍內咧唔可以有正在還款嘅公積金貸款。現時嘅利率係幾多咧？順便同大家講下，首套咧5年以上利率 2.6%， 二套咧就大概係3厘左右啦。咁第四啦，要睇下你名下咧房產嘅套數。根據最新嘅政策啊，喺按照中山單一區鎮咧去核算嘅。舉個例子，你東區咧有屋唔緊要，只要你準備買房，比如你喺火炬開發區名下係冇物業嘅，而且咧全國又冇供緊嘅公積金貸款，咁火炬咧就可以當作首套啦，享受 2.6 厘嘅利率啦，非常抵。但係如果你火炬咧已經有一套物業啦，如果嗰套屋仲喺度貸緊公積金貸款，仲未還清咁咧就唔可以再申請公積金貸款啦。咁如果嗰套樓咧冇用公積金貸款嘅，或者係貸款已經結清咗嘅，咁新購入呢套咧只可以計2套啦，利率咧就按照3厘嚟計算。再講個重點，全國範圍內如果已經用過2次公積金貸款，或者你想買嘅鎮區咧已經係第3套房啦，咁直接咧就唔可以再申請公積金噶啦。第二個部分，好多人關心咧外地戶口、異地公積金嘅問題。中山咧一早就取消咗公積金購房戶籍嘅限制，唔理你係外地戶口異地公積金，只要你符合條件咧，就可以享受同本地人一模一樣嘅公積金待遇啦。唯一區別就係咩咧？就係外地公積金咧，你申請嘅資料要多少少，手續咧要繁瑣少少。第三，大家最關心嘅就係可以貸幾多錢啦。基礎額度單人最高就係80萬噶啦，夫妻雙方咧一齊繳存最高160萬。咁而家咧有個新嘅政策，一個家庭如果有2個或者以上嘅小朋友，額度咧可以上浮上浮幾多咧？30%，即係單人咧最高可以去到104萬。如果係夫妻雙方咧，最高可以去到208萬啊。中山公積金、深圳公積金同其他異地公積金呢個條件咧全部都適用。另外咧仲有一個上浮條件，如果你買嘅呢套屋係裝配式建築，達到綠色建築嘅標準，通俗啲嚟講咧，就市面上一啲新款嘅3代住宅啦、4代住宅啦，額度咧仲可以上浮20%。但係要提醒下你哋，你係多小朋友上浮，或者係樓盤標準達到新嘅建築標準上浮，兩者咧只可以揀其中一個唔可以疊加嘅。第四，首付比例，新房同二手房咧差距會比較大。一手新房就比較簡單啦，公積金首套最低首付2成，二套咧最低3成。買二手房咧就主要睇翻你嘅樓齡啦，樓齡喺20年以內嘅首套咧就都係2成。如果係樓齡咧喺21到25年咧，首套首付咧就提升到3成。樓齡喺26到30年嘅首套咧就要去到4成首付啦。而超過30年樓齡咧，按照我咁多年嘅經驗基本上咧就做唔到公積金貸款啦。睇得出咧喺政策嘅導向入邊咧，都係鼓勵大家優先入手新房。咁買二手房嘅朋友，千祈唔好話淨係睇啲裝修新唔新啦，樓齡咧係可以直接影響到你首付嘅預算額，一定要核實清楚啦。總結一下啦，公積金貸款更加適合首套入手新房嘅朋友。順帶一提就算你揀咗商業貸款之後咧，都可以按照月提取公積金用嚟補貼月供嘅。以上咧就係全部嘅2026年中山最新公積金嘅購房政策啦。咁如果大家覺得有用嘅話咧，就可以點個收藏，慢慢睇。